TVB 年終節目巡禮2026啱啱就舉行咗，喺活動上面公布咗2026年嘅重點8套劇集，分別係《玫瑰戰爭》、《模仿人生》、《台底人生》、《模範律師團》、《非常日誌2》、《警視個大佬》、《璀璨之城》同埋《驅魔速遞》。玫瑰戰爭嘅演員包括楊善瑤、陳豪、林夏薇、馬國明、陳展鵬、姚子羚、傅嘉莉、陳自瑤等等。故事大綱講述影后關子瑩自殺，佢嘅好朋友夏無雙喺7年之後睇到日記，先知道佢係被4位好姊妹背叛，於是以一封令到呢4個女人心虛嘅信，拉開追查死亡真相嘅序幕。無雙博取老闆嘅信任，聯合子瑩嘅秘密情人，同呢4個女人合拍電影《玫瑰》。無雙借力打力，推動局面走向內鬥，誓要找出真兇，懲戒所有同子瑩死有關嘅人。娛樂圈越大似玫瑰，權力同埋慾望吞噬人性。真正嘅復仇係以真相刺破虛偽，喺勁刺間回望初心，喚醒良知。模仿人生由袁詠儀、江美儀、張曦雯、羅子溢、張振朗、關禮傑領銜主演。故事大綱講述魏嘉欣親眼目睹父母墮樓，又遭巨創集團輪砸心輪姦，之後得到商業間諜組織 EOV 首領温敏所救。温敏睇中嘉欣嘅恨意，決定引導呢一隻棋。嘉欣被温敏改造成為設計師許悦，接近宅心進行報復。臥底警員魏志新苦尋嘉欣嘅下落，對許悦嘅身份產生懷疑。許悦亦都察覺遭到温敏利用，為此兩人反目。一場對決就此展開，温敏嘅真實身份同埋終極仇人嘅陰謀逐步浮現。呢一場模仿人生迎來終章，眾人褪去偽裝，復活真實嘅自己。模範律師團係正義女神延伸作品，楊善瑤、羅嘉良、陳偉、張曦雯、滕麗明強勢加盟。故事講述殿堂大狀潘澤新轉戰角逐律政司司長，同昔日戰友刑事天后高淑華正面對決。同時3位徒弟為咗爭奪首席大律師之位，亦都明暗較勁，處理多宗棘手嘅謀殺案。一場精心設計嘅意外，就徹底改寫所有人嘅軌跡。璀璨之城由張智霖、吳卓羲、高海寧、張曦雯、姜大偉領銜，講述酒店集團2位聯席 CEO。官孝賢同埋官孝君兄弟明爭暗鬥，孝賢利用前閨蜜洪海韻心中嘅仇恨，化為攻擊利器。喺父親管治之下，呢一個家成為扭曲嘅賽場。野心係美德，鬥爭被獎賞，仇恨是善良。警視個大佬係由林成斌、羅子溢、黃敏奕、容天佑、傅嘉莉、賴慧玲主演，講述黑幫龍頭高天遭到伏擊重傷昏迷，靈魂意外附身喺交通警加油身上，兩人黑白對立，但就被逼聯手查出暗殺真相。加油火速上位，仲同龍頭個女日久生情，令到高天好頭痛。最終暗殺真相浮面，獻出父女救贖嘅感人結局。非常日誌2由馬國明、高海寧、劉永璇、周家樂、朱敏瀚、洪永城原班人馬回歸。故事設定喺香港國際機場轉型為集商業、文化、旅遊於一身嘅機場城市。4位骨幹迎來職涯新階段，肩負傳承使命。3位背景回憶嘅年輕人加入團隊，展開蛻變之旅，刻畫機場人嘅專業精神同薪火相傳。台底人生係以東南亞賭博業為背景，講述高偉豪離鄉闖蕩賭場，同古惑仔林家安共同對抗惡勢力。
仲發現嘉安就係失散多年嘅親兄弟，仲係警方臥底。偉豪從被插贓嫁禍到逆轉開創網上賭博王國，最終嘉安成為國際刑警臥底，亦都要殲滅兄長嘅犯罪集團。兄弟反目，夫妻決裂，一生都喺度賭命。驅魔速遞由周家樂、陳曉華、吳偉豪、戴祖儀主演，講述電腦工程師張捷被 AI 取代之後，誤入神秘速遞公司，表面送貨，實質係驅魔。冷豔驅魔人霍冰冰就睇中佢嘅通靈體質，將佢培養為驅魔雷達。8套劇集題材各異，陣容鼎盛，唔知邊一套最終可以跑出成為台慶劇呢？我哋拭目以待。好啦，今日我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，希望大家鍾意呢一條片嘅，俾個 like 我，留言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，我哋下次再見。